好，来乡亲啊，继续来关心天气的状况。今仔日气温回升，不过未来有2批的这个锋面会落南，再加上东北季风甲华南分河区的影响，所以228、3天的连假拢会落雨。不过这个落雨是好的哦，因为去年的12月到今年的2月，西半部累积的降雨量创下到75年来的新低点。部分地区的水情又警报，像这个宝山水库储水率无到3成，啊，新竹地区的水情长号嘛已经到提青灯。尤其来到一月潭，甲出名的高价水价雕像做伙翕相。今仔日早起，拢总有5只水价探头，其他拢待伫咧大树的蓝图内底，可见欠水欠甲真严重。新竹宝山水库昨日储水率降到敢若剩29%，今仔日宝山水库的储水率回升到30%9%，宝山第2水库的储水率是44%5%。也毋过考虑到未来3月甲4月较未落雨，也有灌溉用水的需求增加等等的因素，新竹地区水情调整做青灯，也就是水情提青。南方的暖湿空气在这段期间，春季这段时间都还没有开始北上到我们台湾附近哦，降雨的情形可能不会像梅雨季、夏季来的这么明显哦。可能到梅雨季，西南风开始起来的时候，可能才会有比较明显缓解的趋势。是讲未来将会有2波锋面带来雨水。27号之后，这个锋面就会逐渐的通过我们台湾附近，随后呢，台湾附近转为比较偏向是东北季风的东北风的一个环境。另外，在华南这一个区域呢，又有一个锋面在这边，这个锋面随着的水汽会随着比较偏向是中层的风场移动到我们台湾这边了。根据未来降雨趋势，228的连假承受着锋面加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雨势较粗，刷落个华南分河区往东平线，南部山区也会有南山雨。连假结束，也可有另外1批锋面加东北季风，刷落个华南分河区搁再影响，自各地准雨转做西南部雷公雨。中南部有一寡所在会变大雨，即马在望连假这2波锋面会带来大雨，解除欠水危机。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